来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六。这个六都有掌握的意思，像咱讲六权、六道正气，也有压真言等意思，像讲衫裤六六的，也有六兼菜。另外，这个六嘛有清福清气的意思，像咱讲六西六六，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 QQ 六六，这个意思是讲一边 Q 着唔放，另外一边想要凉快。第二个词六西六六，其实这是咧讲父母照顾囡仔真辛苦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查讲自细汉父母甲伊六西六六请养大汉，伊就真友好父母，见摆甲父母出去，拢甲父母相争出钱，上尾就会变做 QQ 六六的画面，互人看了到底足爱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六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